金婚纪念日牵手进行式，哪日？2019 2月13。有钱无钱，娶某过年。50当前，真正伫这款情形下完成终身大事。结婚迄天是1969年2月13日，咱人过年前3天，农历12月27。思当时打退伍2个月，并无立即存钱，拢是大兄借钱发落聘金，搁办50桌闹热宴席。真正满50周年金婚纪念日是今年2019年2月13日，并毋是咱人过年前3天。无初恋，无热恋，敢若熟悉见面2、3摆，就决定牵手行向未来的传统婚姻。主要原因是一个想要娶，一个想要嫁，姻缘到位才结了姻缘。会记得洞房迄暝有甲牵手讲，咱即摆开始来恋爱。就伫结婚恋爱中开始互相了解，互相扶持，共同打拼家己的未来，经营家己的人生。送到完，经济需要牵手斗3天。嫁目是意爱的开始，一直会当斗趁钱是现实的条件。牵的一手西装师傅功夫，真正是经济上大帮赞。我嘛无失意的礼，真紧就为师仔工学到会晓裁剪车店的苦师。夫强夫随经营西装社，有我教师月级甲店面收入，才有才调养饲栽培4个囡仔大汉，教育嫁娶。结婚50当，前25年为家庭经济打拼，后25年为台语文骨力做工。1969年结婚了后，牵的经营西装社兼家庭主妇。我是学校教册，下班甲牵的斗骹手。一个家庭为无到有，会得甲人比拼徛起，3顿会得过，囡仔会得欢欢喜喜读册过日，拢是伫求求欠欠离不及费。成写成就计划中经过，第一要紧就是毋通互4个囡仔有缺乏的压力。细厝徛有9栋，搬山3摆，厝细月月寒，嘛有尝到糟蹋怀热的人情冷暖。总是伫牵的会温在智慧中帮赞度过难关。就伫细厝徛9栋后，合一间11平阔，2楼徛家。毋若囡仔自在读册，大人嘛感觉自在有目标。1992年头一摆熟悉沈五音的台语文书。1994年开始踏入台语文运动。打拼学习台语文书写推索时间，因为有牵手献费骨力做后盾，才通稳稳在在做出一寡成绩，贡献一寡能力。虽望毋是夫强夫随，牵的放心，互我4价行达，支持台语文运动，100%的助力，牵的功劳占一半。
想起50当前是懵懂人生，自从结婚了后，牵手行到厝当今，进入彩色世界，欢喜两人生活对有着时代，嘛欢喜继续行向未来。